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布袋戏，云林有一个布袋戏日，这是纪念布袋戏大师黄海大的名旦，用纪念活动来缅怀大师，嘛将布袋戏这项技艺传承落去。除了展示云林布袋戏的发展历史，佮展出各种的戏红啊道具，以及利用这个所谓科技表现出来黄海大时光走廊、光雕导影、甲 AR 体验活动区等等，邀请乡亲做伙观赏。 云林县政府自2007年就甲黄海大大师的生日正月初2定做云林布袋戏日，嘛举办相关的活动来怀念伊的精神。今年是大师125岁名诞，伊的子孙嘛拢出席这届活动，向众人分享大师对布袋戏的坚持甲理念。布袋戏伫黄家，拄只你敢有报告？唔是这件尔，唔是这件尔，是呀。 目前县内有72间国中小有布袋戏的社团甲课程，超过上万的学子咧学布袋戏。未来县府嘛会推出计划，布袋戏的这个传承延续跟教育培养人才当中，我想云林县政府会担起这个责任。云林布袋戏馆的固定展览嘛，伫昨早起开幕，甲传统甲现代科技结合，互参观者会当更加了解云林的布袋戏历史甲黄海大大师的成就。不只是传统，也在创新，甚至跟科技数位结合。布袋戏是台湾真重要的传统艺术。 期待伫政府甲民间的拍拼之下，会当继续传承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